Hello， 大家歡迎大家收睇 Man 空睇嘅 YouTube Channel。講起 WhatsApp， 相信所有朋友都有用，但係你有冇想象過 WhatsApp 除咗用嚟通訊之外，仲可以用嚟玩 AI？ 咁話說啦，最近就加入咗自家嘅 AI 助手啦。咁但係香港用戶用唔用到呢？而且功能夠唔夠強勁，去回答準確度又掂唔掂呢？咁陣間就同大家做實測啦，再加埋詳細介紹。咁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啦。首先介紹 WhatsApp 自家 AI 助手嘅基本資料，佢嘅正式名稱啦就叫做 Meta AI，META， 而佢官方嘅 logo 啦就係右手邊呢個圓咕碌嘅環啦。咁陣間你會見到啦，粒掣都係呢個樣嘅。叫得做自家 AI 助手，就代表呢套 AI 唔係嚟自第三方公司，佢係嚟自 WhatsApp 同埋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所開發嘅。而最新版本嘅 WhatsApp 應用程式已經內建咗呢套自家嘅 Meta AI 啦，費用全面，而且撳粒掣就直接用到，無需安裝其他應用程式，又唔使開新 account 嘅。聽落去好方便，譬如用開嘅通訊程式，搖身一變成為萬能嘅 AI 助手。但係我產生咗幾個疑問啊！第一，支唔支援中文同埋廣東話啦？而且能唔能夠生成圖片呢？而最重要嘅問題，香港嘅用戶用唔用到呢？咁只不過啦，係進一步解說啦，同埋分享之前，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條片，訂閱翻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嘅支持啦。首先教大家點樣喺 WhatsApp 應用程式打開 Meta AI， 而且呢個畫面你已經會知道你個 WhatsApp 戶口支唔支援 Meta AI 噶啦。咁當你打開 WhatsApp， 咁中間啦就係平時嘅對話啦。咁你望望右下角啊，就係一個圓咕碌，就係剛才所展示嘅 Meta AI logo 啦。咁撳一下就可以直接打開 Meta AI 噶啦。撳完粒掣，隨即進入 Meta AI 嘅對話界面，記得睇清楚上面寫住 Meta AI 啦，同埋有個剔號認證。另外你會見到啦，成個對話界面啊，就同平時 WhatsApp 對話係毫無分別咁滯嘅，咁所以新手朋友啦都好容易上手，只不過你就唔能夠上載檔案俾 Meta AI 嘅。下一個問題，到底 Meta AI 支唔支援繁體中文同埋廣東話呢？根據最新實測啦，佢係支援兩者嘅。咁你見到最新嘅示範啦，佢可以明白中文啦，同埋用中文去回答我哋啦。另外喺下面啊，佢仲可以用廣東話去回覆嘅。咁佢語氣啦，同埋廣東話嘅口語用字都幾傳神噶。經過測試，我哋得出 WhatsApp 版嘅 Meta AI 功能唔算全面。首先，佢就支援傳統嘅文字對話啦，同埋圖片生成。講緊啦就以文生圖嘅。大貓望右手邊啦，佢目前呢就未支援到圖片上傳，用嚟去改圖啦，或者分析圖片。另外都唔能夠做到錄音對話噶。好啦，終極問題嚟啦。到底呢套 WhatsApp 自家 AI 助手支唔支援香港用戶呢？醜婦終須見家翁啊！咁答案就係目前啦，仲未向香港用戶開放嘅。咁所以咁多位香港嘅聽眾朋友啦，你會見到你 WhatsApp 係冇出現到嗰粒掣嘅，咁係非常之正常。咁所以假如啦，你想玩 WhatsApp 嘅自家 AI 啦，你就需要用其他地區嘅 WhatsApp 賬戶去使用嘅。咁就算你係用緊香港嘅賬戶再配 VPN 啦，同樣都係用唔到噶。相信90%朋友聽到呢度已經想熄咗條片去啦，甚至係想響我嘅。咁但喺離場之前啦，咁不如聽我講埋落去先。因為啦，經過最新實測啦，我哋發現啊，呢套 Meta AI 嘅質素呢，用完得啖笑嘅。咁不如啦，就俾啲面我，聽埋我講到底呢套 AI 有幾咁強啦。首先分享圖片生成功能，我哋試咗幾張圖啦，都發現呢 Meta AI 所產生嘅影像啊，喺右下角有個 Meta AI 嘅水印啦，咁所以啦，唔想要水印嘅朋友啦，可以考慮使用其他工具，就好似 Grok 咁啦。咁但係唔單止咁，我哋發現佢生成嘅圖像質素呢，就真係好似啲好舊式嘅 AI 啊，咁好似中間呢個女主角啦，佢個鼻哥啦，唔知咩事，成嚿嘢爛咗嘅。咁而左手邊啦都展示咗啦，佢個招牌個燈呢又係爛咗一橛啦，唔連貫嘅。而右手邊另一間鋪嘅招牌啦，就唔知咩事，好地地藍色呢，就係一個位就一大撇黃色笪咗落去啦。咁呢啲圖啦，相信好多人都唔收貨嘅。
一張圖唔掂當唔緊要，當你啱啱失手，所以啦就再俾多次機會試多一張啊。咁今次係產生一張圖啦，就一個男人喺講台上面講嘢嘅。咁但係當佢放大個男人個頭像啦，我哋就會見到嗰副眼鏡同埋對眼啦，就唔知道發生緊乜嘢事啊。咁啊眼鏡框啦就好似插咗落隻眼嗰度啦，咁而且完全冇眼鏡片嘅，又睇唔到個眼珠，咁成件事啦變得非常之恐怖，好似恐怖片啊。咁單憑剛才嗰兩張圖啦，相信大家都對 Meta AI 嘅新圖能力啊係有一定嘅評價噶啦。製圖水皮文字對話又點呢？咁依家就同大家試埋去啦。咁經過測試啦，我哋得出啦 Meta AI 嘅文字對話就支援即時喺網上搜尋資料嚟回答問題嘅。咁好似右手邊啦，我就問咗佢關於蘇仙儲值卡，但個答案質素啦就麻麻地嘅啫。咁除此之外啦，我哋會見到喺個答案下面呢，就有一個綠色字叫做查看詳情，就黃色箭嘴指住咗噶啦。咁你撳一撳落去，佢就列出咗去引用來源嘅鏈接，咁都算係一個幾唔錯嘅功能啦。咁撳咗落去之後啦，就會展示咗兩條 link 嘅。咁我試過幾個唔同嘅問題啦，佢都係會出兩條 link 嘅。咁啊，包括咗蘇仙嘅官網，咁都算係揾得幾好。咁再加個 tag Rachel 啦，咁恭喜阿 Stone 你啦，咁你今次就俾 Meta 引用咗啦。就算啲答案睇落似層層，而且識引用來源啦，但係我哋無時無刻都應該抱一個懷疑嘅心態去看待 AI 提供嘅答案啦。因為啦，我哋就發現佢嘅資料準確度係未如理想噶，甚至乎離晒大譜啊！就好似右手邊嘅示範啦，我就問佢蘇仙同埋賣仙兩款儲值卡嘅比較，咁望望紅色框框啦，佢係做咗個收費比較啊，佢就蘇仙係98蚊提供1GB數據。係30日有效，咁而賣仙啦都一模一樣，但目前呢兩款儲值卡都冇個 plan 係做到98蚊，只得1GB數據咁貴嘅，咁所以喺個時候啦，你信佢一成，咁就雙目失明啦。更嚴重嘅問題，面對住啲簡單提問啊，時準時唔準啊，好容易令人瀨晒嘢嘅。咁先用左手邊第一個提問啦，我就問佢忘盡心中情係邊一位歌手嘅作品，咁佢就好快答到我啦，佢係嚟自葉振棠嘅作品，咁1982年蘇乞兒嘅主題曲啦，咁呢度啦係全部啱晒嘅，同埋顧嘉輝再加黃霑啦都啱晒嘅。但係右手邊我個 follow up 問題啊，我就叫佢提供翻忘盡心中情嘅歌詞。咁大家望望右手邊啦，除咗頭嗰5隻字忘盡心中情係正確之外啦，下面嗰堆嘢都唔知道邊度嚟嘅。大家睇完就明白噶啦，因為相信啦，大部分聽眾朋友啦都聽過呢首歌。咁如果你唔知嘅話，都可以上網 search 下咩忘盡心中情，就遺下愛與痴啦。話咁快分享晒我哋對呢套 WhatsApp 自家 AI 助手嘅實測，咁我哋用後感同埋 conclusion 啊，都無需轉彎抹角啦。好簡單，就係呢個 Meta AI 嘅功能啦，同埋質素啊，遠遠不及目前熱門嘅免費 AI 啦，就好似 ChatGPT 啊、Copilot 啊、Gemini 啊、Perplexity 啊、Grok 啊、DeepSeek 等等嘅。咁單憑剛才無論製圖嘅質素啦，個鼻哥爛晒，再連埋後面佢資料準確度呢，我覺得用嘅時候真係要抱有懷疑，最好啦就再三去 cross check 嘅。咁但係用到咁小心咁辛苦啦，咁不如就用翻出面嘅熱門免費 AI 啦。咁人哋都係免費嘅，咁只不過啦呢個 Meta AI 就勝在 WhatsApp 嘅主頁上面撳一粒掣就可以直接使用，同埋個對話界面啦，就同平時 WhatsApp 嘅對話係一模一樣嘅。咁啊，對於好多人嚟講啦，就可能比較容易入手啲。但係除此之外啦，都係建議大家用翻其他嘅熱門免費 AI 啦。正正係依個原因，我最後嘅結論就係香港朋友用唔到都唔緊要，唔使嘆息都唔使可惜嘅，因為呢個咁嘅質素啦，就算內置在 WhatsApp 入面，我都唔會去使用嘅。
好啦，今集分享大功告成，臨完場之前俾我分享多兩件事。第一件事啦，都關 WhatsApp 同埋 AI 事嘅。咁幾個月之前啦，就做咗一條片啊，當時就介紹喺 WhatsApp 可以用到其他嘅熱門免費 AI 工具啦，好似 Copilot 啊，有今次嘅 Meta AI 啊、Perplexity 等等嘅。咁但係 WhatsApp 改變咗佢哋嘅 policy 啊，喺嚟緊1月開始啦，就唔能夠再使用呢啲第三方程式，所以你係唔可以再跟翻過往呢個教學去玩呢啲免費 AI 嘅。咁相信啦 WhatsApp 或者母公司 Meta 此舉呢，就希望可以喺 WhatsApp 上面谷翻自家嘅 Meta AI 助手啦。咁雖然係免費提供，但係同時都想借助咁多位嘅用戶啦，幫佢去 train 翻佢自己 Meta AI， 因為佢個 Meta AI 係咩水準啦。咁剛才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但係香港用戶冇份呢，咁我哋想幫佢 train 都幫唔到佢手，咁講一聲唔好意思啊。第二件事，單純題外話喺呢度輕輕提一提就算啦。咁講剛才嘅 Meta AI 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佢個 logo 咁啊，一個圓形穿窿嘅環啦，就好似當年啊微軟自己推出嘅智能助手 Cortana， 咁當年啦就想用嚟打 Siri 嘅，咁但係好可惜啦，就無疾而終咗。咁唔知道當年用 Windows Phone 嘅朋友有冇呢個回憶呢？又或者叫做 Windows 10 Mobile 都好啦。咁好希望咁多位當年 Lumia 嘅 fans 啦 Windows Phone 嘅 fans 喺下面圍下路啦，大家聚一聚傾下偈。咁我自己嚟講啦，我有時得閒啦，都仲會攞翻個 Lumia 925啊1020出嚟玩下嘅。咁依家佢個 email 啦都仲可以 check 到嘅，都仲可以收到嘅，同埋佢個 browser 都仲上到網。咁我有時用緊都百般滋味在心頭啊！對於我自己嚟講啦，Symbian 同埋 Windows Phone 呢兩個系統先至有心入面最中意同埋最有歸屬感嘅地方啊！好啦，今集分享暫告一段落，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 Meta AI 呢？都歡迎下面留言啦，同大家分享翻你嘅用後感啊！唔知道你用完之後覺得去 cap 啊，定還是唔 cap 嘅？咁最尾啦，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條片啦，訂閱翻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嘅支持啊！